侬若一秋，令我浪漫钟情友。我与你相知见出，明月映容此错了呀！好事好事啊！
见面可是师兄啊！少爷兄啊！九位，少爷兄，莫非上京赴考来了？正是啊，这因考进一道，得去苏府拜访东坡丞兄。东坡兄这几天忙得很呐，他趁着大比之年，各地才子为接之际，这才为妹子选择一位侍役郎君。哦，挑选侍役郎君。是啊，东坡兄有位妹子名叫小妹，她立下誓愿，不图富贵不从门第，要以诗为媒，以粉为聘。不论是谁，只需写出一篇诗文，值得苏小妹的赞赏，便可成为苏府的乘龙快婿呀！哦 ，no， 小弟我早已背下诗文，这个去苏府就请应试啊！是我先追一步告示啊！以诗为媒，以文为聘。哦，苏小妹此次爱才，可敬可佩呀！真她一个归国女子，能有多大的才学？尽管拼命起天下才子的文章来了。不强不行，偏要撕他一死。小爷，天哥，为他斩去啊！小你哦嘛，为的写字金秀文，且看他谁可是只一人。
媳妇中用的文章，你看这里又是一篇，也不知是谁人写的啊。这是昨天大相公叫人送来的，这是一位新房的名字所作啊。好一位方家公子，待我披上淑女，也好让他少相些美女，多多些思维。妹子，义兄还等着喝你的喜酒呢。兄长，你谁的慈祥？依我看呐，这些少年明日的文章，竟是废纸一代，一代废纸。哎呀，这数百篇文章，难道一篇也不在你的眼里？儿啦，母亲，那方家公子的文章呢？哦，一小妹子批哟，不知写的是何啊？那方公子的文章啊，真是世上少见。那小姐呀，我在找你批了两句批语你。必必才华少，胸中掏了福。来自为业守真相，闺中闭目谁刀枪？不孝堂堂的贵公子，无才方成与才郎。他有门的王公儿，世代贤家有名望。不为当今一品官，哈哈，全是正朝堂。公子他慕名而来娶婚配，你怎能笔下伤人如风王？得在方家生子弟，来见你父兄官上女红郎。你儿现在就知意。
大哥二哥人称二叔，就是当今第一流才子。女儿想找与他哥本在相等之身，只怕是难找哦。那女儿宁可终身不嫁。那有女大不嫁之理呀。母亲，启禀老夫人，方家公子前来拜访。哦，此类定为婚姻之事，这可是我去为谁成家？这是他是他母亲与我无关。青儿，我们到花园去。儿啦，此日与了母亲，妹子与了大哥了。呀，你哟！今日为娘冲冠了他，此事不劳母亲费心，有孩儿出自就是。母亲为望歇歇去吧。也好。哦，儿啦，你可要稳言为行，不可伤了两家的和气。孩儿知道。请方公子先来书房相见。是。别地在瓦上，胸中掏了腹。实无妹子譬喻刀腕好汉，是剑吧？我何不在这譬喻上面加上二字，来顾殿上成经？兄，今朝今朝！呀！方公子光临，十年，请坐，多谢。家父出门为官，不能迎候公子，请多多见礼。哪里，小弟今日登门得来讨过音信，实见送上的那篇文稿，不知可曾批读？公子他做，小妹已经拜读。还有两句话，你写在上面，敬请顾目。此次遇劳灵美了。别地才话少有，胸中掏了腹中。哎呀，好事应了言，两匹女性命啊嘞，此将我来当来，他那里放心安虚有情郎，我这里文可一样的女裙。龙婆兄啊，公子，承蒙灵媒出相哎，别下许婚今日哎，实须即刻回府去禀告堂前他妹。当猜听来，慢，请公子稍待片刻。我点燃曾经的神话，他是做独行把婚结，明夕。
记得当年东浦与小妹戏谑嘲笑把死对，他生我长脸永续貌不扬，我笑他恶龙颜色不人爱，兄妹取笑戏谑死，今生有他可结为呀。有我们请神，请神好。哎，蒙受师兄侮辱，这是我家小妹容貌丑陋，恐不足当金屋之嫌，哎呀，难攀高门。哎，外加陈传灵妹才貌双全，东坡兄真是容貌丑陋。哦，小弟断断不信，定是苏兄推脱之词。非也，我家兄妹都是其貌不扬。你看我这一副脸，长得满水无须，胸膛是刺，那包妹，哎呀，也就可想而知喽。自古道男有男相，女有女貌，灵妹总不会有你这一脸的容须吧？虽无容须，却也各有千秋。当年我曾有诗形容小妹容貌，已在汴梁城内传开，莫非公子非人知道？小弟不知，请东坡兄夸夸头来。是此，请公子听仔细了。当年东坡数十天，曾将小妹容貌显，好他是第车庭院三入骨。哎呀，那头一刀挂堂前，灵妹那头是高，今为是泪泪不过，是为何啊？眼眶生日，两好心啊！东坡兄，灵妹果真是此事啊！哎呦，快哭啊！我道他人面不用好容颜，恰鸟来出家出步当天仙。女子有才无所用，自我令你家里在起哄啊！东坡兄，灵妹，灵妹怎么样啊？小弟家有要事不便久留，即刻告辞啊！那你我两家贴联姻之事呢？贴联姻之事。小弟在所有钱难与灵妹相配，请灵仙嘉许。要领谢嘉许。此次公子请便。去！哦哟哟，好险呐！差一点去了一个丑妇。哎呀！
方世旭呀，方世旭，你容貌清纯，哪里配得上我家小妹？启禀大相公，门外有一童儿送来一卷文稿，来人，可曾通报姓名？是请少有公子命他送来的。请少有，是他来了，说请小姐子，有请小姐。请少有啊，请少有，我道你少年气盛，是只有缺送炮鞋之才，非必把我家小妹方才眼里。不想你竟然也送来文告，登门就请来了。兄长啊，还我是妹子，这里有篇文稿，你且看来。又是什么无落文章？我看也罢。哎，实是其他文章与兄是可太看。这一篇嘛，一定要你亲自过目。哎呀，你一定要看。实不中意，趁早万金于兄。大哥，不知此文是何人所作？哎呀，你嘛只管批点文章，管他什么心愿、心法嘛。既然是此，该妹子批人淑女，马上起居。妹子，妹子，哎呀，妹子，你可要看仔细了。大哥，你可要看仔细了。怎么一回事呀？当今风流才子不太跌宕名士，可惜儿孙同志不算王英一世。中老夫人
忙转见爹娘，相传相恋，想起了这许是父美梦。所曾见本朝太子苏府中，是小妹一点灵犀口相通，机会巧身还佳音。恰是那断线的风筝引途中，必是我少有诗文才有钱，难是他才女放心痛。生来安心理学上层家族，实非人难不落，难舍其中精良。至今舍人他还了无音信，看起来苏小妹望尘在女，也分不清分赃有理哦。兄要我再次相会，且看他怎生对待。不要失去中堂意，所以去应承行，应承必行，东府来也。东府兄今日也小弟前来，不知为了何事啊？贤弟乃是聪明之人，不妨猜上一猜。我必要小弟到江边观赏景色，吟诗作对来了啊！如今的少年名士一个个启程的很呐。少有言的，今日一年前来，乃是特意相告。喏，他做躲避，事情完璧归巢。另外孤人好言了，都是他破壁功夫亲自聘用，孤人不出我所料啊！
是满腹经纶，颇有眼力。他批阅了数百篇文卷，已送中先定了乘龙快婿。哦，另外昆中必必成家，不知此人文章，东坡兄可曾顾目？东坡自然拜托。哦，那此人本才是何啊？依我看来，是今的少年名士，此人堪称第一才子，第一等神才。啊！当今同辈之中，难道还有人比我更胜一筹吗？啊，东坡兄，请问此人真姓他名？实测此人眼底两臂清楚。哦，此人是江华才子，与名声。小弟来自同乡啊，曹到今世传世闻，十五才乡称秀才，十六中举为民政，少年名士曾夸张。他时才高气也深。那此人年才何啊？如今他上京官考，做殿试，到来人平日金榜题名声。哎呀呀呀！东坡兄啊，你思来道去，怎么还没识出此人姓名哦？眼弟不必实际，小妹对他的文采十分赞赏。哦， no， 上写批语，当今风流才子不得跌当名士，可惜儿苏同志不曾忘因一事。当今风流才子不得铁堂名士，可惜儿苏同志不能忘因一事。哎呀，子路！哎呀，子路啊！喏，眼睛，小妹她临在现在与爱才，相称要人表兄妹，见法有时见小妹，但愿你走前面走到张台。
花开，他既富有平静文，必有此算下身份，所行小事匆匆些，要我少有生贵真灵美女才子，为防还他阶层还。赢得春风来，东吴兄，起，言语诚信不太灵了。哦，还有什么言语让我转达小妹？啊，我想在朝廷会考之前，与灵妹见上一面啊。依旧月年上共同切磋，送你为考一臂之力。哎呦呦，东府兄说到哪里去了？想必我乃是堂堂乱儿，岂能有辱于他哟？哦呦，你呀！哦，明日一早，我们全家要去东岳道观念香拜佛。你可今日前来与小妹一位，也为一位。哎呦呦呦，不同啊！这不但有生小妹闺中生育，还有生育母啊！不同。既然是此，那就另谋时机。好事啊！都得东府兄定约相送，慢走了。不必客气，免送。哦，请太乡领来，多多指意哦。去远了。这些兄啊，请坐。请呀。这份糕。哦，苏小妹的啊。是嘞，小弟我该向你道喜呀。哦，这师兄，此事我理该向你道谢才是啊。哎，此事与我无关，向我道谢什么啊？苏小妹以文采涉虚之事，这比帮兄切走相告，小弟哪有精神？哦。不过少有兄啊，请罚西子鼓掌。哦，却是为何啊？可是苏小妹尚有美中不足。哦，苏小妹虽是才华出众，可惜其貌不扬，翠绿无比，实是婚事一桩啊。哦，此话当真？是东坡兄亲口对我说的呀。哦。他还有诗，又有小妹的容貌呢。no， 非出庭院，三如破啊！我就先到花堂先。哎呦，几位是泪不关，眼眶生死两套血。哦，东坡兄公算是此说的。哎呀，我是骗你天地不容，少有兄啊！邓兄是江南一名啊，是娇妻理应三心思，怎能匆匆迎翠妇，嫁个一曲成小子。东兄此言大也。
小妹才要讲，怎能她容貌言啊如此？她归国文章成魁生，真是我将家以求，真恩相赐。仁兄实话须三思，郎才女貌过来呀是，一根出尘无终身，自称大错要后悔事。什么一根出尘无终身，自称大错要后悔事。少有啥去数小妹，混成贤妻女才子，人生得有一字一。此经婚爱里不知。少有兄啊，我好意相劝，万望少有兄三思。哎，以我之见，我是及早退了这门亲事为好啊！啊！少有得一知己，此缘足矣。至于东坡兄引用小妹容貌的诗句嘛，哎呀呀，岂能当真哦？苏东坡乃婚礼月月是当今有名的才子，他的话真是不能当真啊！哎呀呀，没有糊涂了啊！哎，说话是说话，做事是做事啊。诗人夸张引用之事多得很呐、好比燕山写话，他是写，哎，你后人见过像写字那么大的写篇呢？又是883千长。哎呀呀，你后人见过4尺长的8发哟！你是东坡兄夸大引用的诗句，不知为谁？小妹容嘛，分不为4尺丑了。哦，总算是手，我言绝不分。哎呀，此次说来，我上了苏东坡的当了。哎呀，哎，是真是假？明日一早前去东岳陶馆鉴赏一见，便是分晓。对，哎，我何不来过调虎离山之计呀？对，我就是这个主意。啊，少爷兄。婚姻之事嘛，小弟甚属戏言，听不当真。哪里？小弟今日得来相告，明日早各地少年名士已在宁思楼聚会，望少爷兄加之抚慰。哎呀呀，此次身为小弟理当前去啊！那就因为的，小弟明日恭候告今日调虎离山去，明日陶馆为所去。哎呀，本来今是师兄弟见，小妹容貌美丑，倒也无妨。只是他那文采不比人言实，倘若传来之言，也说夸张引用之事，这便是我是好意。这，对，小妹明日去东岳陶馆进香，我何不先去当面一试？哎呀呀！我以为去了东坡兄吃了言而不信呢。这，对，我不来过良田之计。这是用毛那官美与丑，再有许分家后真，这就当年施文才切足强丈给范成啊，小姐，小生这厢有礼。
中宣布啊！哦，一定是桃花文仙四处与我一去了。哎，这么他一座桃官，引众多为郎求罪，就一直到哪里去找你？哦，且到那边看看。倩儿，我们到那边去？哎呀，你呀！好一个月中仙子啊！知道他才女身躯催我脸，强原来金子看我江汉街，但见他童子戏女风中花，今日月文在眼前，顾盼困避风点头，玩笑又是花妆颜，常才能进我上叫公子，我也不必前言，不必前。我必是中途设计将我骗，秦少玉怎能看我头痛酸，后来拒仙。哎，我何不巧思小计，让秦少有与苏小妹各奔东西，我再送你婚事趁虚而生。哎呀，哎呀呀呀呀！比出庭院山木坡啊，我头先到
花堂前。几位是泪泪不关，眼眶生死两套血。哎呀，小姐，这大相公与你开玩笑的那些事，不要理他，看他是我。哎，苏小妹啊，苏小妹，知道你是天仙美女，原来是个丑女。今日间更加不看什么凌晨作案，真正可惜了你的才华。他尽管说嘛，起我来了。错嘞，无耻光生，过把我家小姐苏小妹。翠女难嫁，骗了我才子秦少爷。是他。哼，你冒名顶替，设下以假乱真。子孙为凭，该知我非假是真。天公11载，香酒花未开，花开时有子，认得乘风来。小姐，亲爱，你其实真听，那是家小姐的要情观呢。情传的他不成。秦少爷，你好气人！听我言，心是为早做梦会。双子披须终身，我一人一把要紧手指引，我一人背双思念，在双人，看笑可悲始终情乐器万绪。请问小姐，请公
乃是少年寡妻，难服才老。哎呀，莫非他变了心不成？小姐不要生气，慢慢指点明堂。道人修的路数，失了你也糊涂。小姐老再说，小姐，我与那进公子交好，管保他拼个高潮。你那狂怒来往，定然是臭气相投。大姐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啊？哎呀，你这个出家人也真是多过年事。大姐，告诉你，邢少云是个欺负的浪子，奸诈的刁徒，不知廉耻的光生。我叫小姐呀，喏，就像这把孙子一样，与他一刀两断。一碰，我对他一片真心为什么白马少有时狂生？今日我心志匆匆到此来，愿这想到人靠他女谁知道一门冷水当头将，平地为情光小姨，快去吧。小姨啊，我理。我还在里面呢。哎呀，你呀！少有眼力，少有眼力。这乃是怪事一桩。哦，今日小妹考出胜了，
像那秦少游，虽知小妹今日来此烧香，但他亲口对我演讲，就不前来与小妹相会。更何况秦少游自私得理，怎会当面辱骂小妹，言语如此低劣？妈妈，这个没有的。可真是你秦少游？是我啊！你进官来了。我进官来了。你见到小妹了？见到哎呀，你呀，我在小妹面前将你夸得千好万好，谁知你竟……哎呀呀呀呀！东坡兄，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话说？还有什么？哎，倒算红案高兴。
眼里花飘零，说过情心中几多人，盼只盼人间好过一团，今宵不散应更雨，真乃是离乱一匹自头去，前世凡人心更远，叹自叹情也难说相思意，自落灯情在心底去。可当你年少在高山之间，欢愉同心几落人，谁知你心底间扎深情人？白云佛雨将我们，你今宵来用马车，你不来，决心闻到故乡一卷登高不长门，原以为得与自己结乱生，谁知你竟是世所无翻云覆雨，将我问，记他我少年寡子已狂怒，不该轻提本高，一心相许我少女。
花令心，神仙之音难相取。从今而立，一路彩彩荡荡，小姐就来了。是了，是我本身是跪下才可告诉你。今日这日子，小爷，我们速去快来。老夫来了。母亲，儿啦，这便是我。小鬼的一声声，那方家千来没找到家门，说什么女儿不嫁秦少爷，那方公子愿做东厂明星人。夫婿与他绑架真开婚，可是那美人生，女儿人夸方公子，才华少有讨了身，亲别婢女时时在，一直是门做媒人。婢女本是大不幸，岂能用他？那朗朗方公子，是说父亲家当真，父亲一族有情呀，富在贫困才呀生。为娘也不能以你家及放假，倘若年事未然，一来他是与斯文为媒，那二来要是恼怒了他那做高官的父亲，伤了两家和气，只怕有害你大哥二哥的先人。儿啦，母亲，以女儿之见，你切去为过来人。虽说女儿为情所有之事，正放问在心，有女儿7天之日再做答复。7天之后，女儿速速去信，请爹爹为父，再定旨意。为娘也是这个旨意。这是那美人王拦在堂上，要女儿亲自前去为王。青儿，速去客厅放下自理事。这好端端的婚事，都被那秦少爷害苦了。母亲。好官帮着来接待。
心。那这把孙子怎么办？叫他孙子抚养子，难道是孙女不成？哎呀，你啰嗦些什么哟？这个怨气，相公咽得下去，我却咽不下去。哎，我要为相公吃了这颗药去。
美不壮，常言道，举人自有天王允，须得心怀必有乱。天大愿，谁知他官场忙碌，富贵急，真不叫人心意我家小先生了亲，绝不会有今天的麻烦啦。让我请小先生，不能进去，让我请亲不能进去，才与人争吵。哎，争争吵吵，神无体统，叫他休得如此。不能进去，老公家，老公家，妻儿姐，小是叫你不要与人争吵，哪里是我与他争吵嘞？启禀小姐。门外有一童儿，俺要闯进园来，老奴将他拦住，他比大吵大闹，不肯停息。就是为何？这是有我家，别问他什么东西，岂非苦笑？此人不是罪魁，就是无赖，把他轰了出去。妈，你去问顾明白。老奴知道了。娘亲劝，娘亲劝，娘亲劝。太平苏小妹的丫鬟，让我当着太平面骂苏小妹几句。对，呸！骂一声不听不义的苏小妹，你会本身你在主选郎君是分配子，这几年也是反悔，望着师兄成名，你是一步高山莫子，天条是你，你嘿你嘿嘿，你学会判人杀无奈，尽管无理去哪来？有担保他心无名，不拿场面是你噻。哼，我不去官府告你们，你们倒要来告我啊！你去告吧。告诉你，我家相公啊，叫我小叶。小叶？哎，你家相公是何人？啊，闹了半天，你还不知道我家相公的名字啊？告诉你，他就是被你们害得好苦的金少云。原来是金少有的私洞。哎呦，我说了相公的名字，他倒反而生气了。哼，一定是理亏了，心也虚了。邢少又是哪种人？他的同儿也不是个好东西。你让我把他滚了出去。哎，什么邢少又不邢少又的，快走快走快走，不要说他走了。小姐啊，小姐，嘿，走他去。原来你小人是叔父小姐，我找了你3-5天了，你说你凭什么私了我家相公的孙子？你背什么金孙银孙宝贝孙子？你可知道我家小姐为什么要把孙子私了？孙子是你们死的，我怎么会知道？这几天我常在思忖，金少有文凭高超，人品却为我如此低劣。今日见到他的童儿，亦可闻故清楚。啊，童儿，你去问问你家相公，那天在东岳道观，他讲了些什么？哎呀，我家相公到东岳道观，他怎么会知道的呀？啊，我家相公反正到这么远，你也是
认出来了。哎呦，到底是谁人？好眼力啊！反正讨人无厌。哎，什么讨人不讨人的，你把话说清楚。什么清楚不清楚？反正我们一定将小翠已经把两多了，谁也无用，还是百万算只要紧。给我换子，快走，我讲出来。朝廷为师，今少有孤孙得中状元。方才我已向他当面道喜，一来嘛，团听他对婚事的重情；这二来嘛，也表我方着去，乃是指使他里有情有义之人啊。你怎么
何时来的？是早的3两。哎，哦，是啊，这喜信嘛，早就这样开了。是啊，喜事早就传开了。自从金公子高中状元，河西的人啊，送礼团鼓，刚才讨完送走一批，也快回来了啊。那他的同为小爷你，小爷这些天忙得不可开交，我去找他啊。不必，随便问问，别无要事。公子请坐，请。哎，这把孙子乃是秦公子的心爱之物，从不肯轻易接人玩耍，请我动手哦。多谢关照。公子请用茶。多谢。公子少待，事不逢备。少待。是哪位仁兄新访少友？错了，孤人错了。没错啊，这位就是秦公子秦桑元。不错，在下正是秦少友。请问仁兄，就目秦兄大名，他来拜访。小的名落深山，羞于同道姓名，必姓贾。啊，原来是贾相公啊！请。这位公子是话颠三倒四，羞羞答答，好不有趣哦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，相公，我到外面去看看，有事叫我啊。多加小心。秦兄，你我曾经见上一面，可还记得？我也在思忖，而我的模样是人见过，只是我怎么一时记不起来了啊？哎呀，秦兄，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哦。那天为师，我带着童儿与秦兄迎面相遇。这是匆匆几年，未见西当。哎呀，小弟近来生死昏惑，与世俱亡，还请原谅才是啊！秦兄，金科得中，千叮长药，为何暗自叹气，闷闷不乐啊？一言难尽啊！才是从春天起，这房中便这么的闷意。愿见秦兄保守也有可本。小说一话，不用也罢。小弟自贡风凉，哪管双儿好为，不妨事己。秦兄，这孙子本来，呀，好一把美说，只是可惜，
亲兄是终身无报，因我破身两分离。家兄弟算是管用，何老师风有本性。小弟是身心好奇爱财迷，我俩知情于你的心。破算情有我国将，真是你能明的心。一并为佛两光分，风雨娘头是啊有灵，定是闺中女儿身，是双道人喜永恒。家兄是我少平真，你真只是算定之贵忠臣。煞非经过你儿身，这说明真理因自然。你说是子孙曾经女儿身，可知此人心何灵？啥要问此人因我心。是你丫头生，乃是他烧香拜神去讨官少云。你怎么样啊？我为斯文才办好事。那道人不认识他。
况我少有才要高，一位儿骂我少有是光生，一位儿心里是何人，他一位儿心人又是病，关中才女心功傲，少有我也必负守着要成。无来花，茂名顶天终无根。一归我男人胸中一朵花，爱得他渴望你苦万分。赢得今日好机缘。素真情，只怕是曾经我那情梦，忙报家身偏粗心，倒不是千山望相思在，岂看他一曲心声家有真。啊，锦绣啊，锦绣锦绣你不多热情里，小弟问你心里问，世上家里亲情嘛，恩爱无需几家人，东园余为官家女，亭亭有礼出庄人，锦绣茶与生里，小弟做马我成。他乔装也翻看一不明，上门中马更惊喜，才女们在比彩罗，又不是沉水太子混同情啊，家兄啊，家兄美名必富，可惜月老做马是呀报信，迟早小妹闹婚姻，少有是因我的福心临门，张家养我做东厂，一夫同美万年姻，
那小家婢女是前我mau，桃门关守莫啊莫令，此今是小妹我少有情，我也愿怎样啊？另觅新欢几情景。你孤身得赢了，孤魂得赢了啊！就反悔。君子言出之善，就不反悔。你岂不是为了小妹？小妹她能为我，难道我就不能为她吗？气死人也！若以为他明真相，传家业，谁知晓落花有意谁无情？上门守着四四小，不过也没有子恨，他才知令我参教我，女儿守着很难消，今夜不做永贞永也要怎难这不一生。常远，东坡得来何喜？东坡兄来得正好，来，快来见过这位家乡公。家。小弟今日乃是他来向锦绣贺喜来的，你不是已来了吗？原来你们也认识的呀！哎呀，不但认识，还熟悉得很呐！小弟家有要事，请高抬。你呀，你成了那家乡公骗了
文人好比天高，笔直龙
你常用亲儿，小的，小弟辛苦也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相公，我催你早点回房，你偏不听，现在可上到新夫人的滋味了吧？哎，休得啰嗦！想不在金殿之上又能对得是了，何惧他三套题目？即便是三不到，也难我不到啊！是您背上的
相逢，明日重逢是人万象普渡三月城，也曾在地好难嘞。我为何了？相公，这种一地要普渡三月，要是三里都不中，又把你家姑爷怎么样啊？哎，怎么样啊？这日上的三不中。难以消极神魂配。呀！我从秀才考到trạng元，还没碰到这样厉害的考官呢。阿天，快称第一道题。是。哎，相公，你要小心才是啊！哎呀，我知道。情况，这娃娃娘连环套，小心让你点到人四句四。你家姑爷乃是个大大的才子，还怕点不断这四句小事不成，算开了。啊，此乃是一首帖子诗啊！相公，九母情郎贾乱真，贾乱真是有奉称，是有奉称花女，称花花女九母情，情儿拿去拿去。哎呀呀，小姐呀小姐，前番子为我不怪你，今日真情真是官臣自身哦。相公，孤身在口，一吹别走。姑爷，姑爷，小先生第一道题中了。哪有不中的道理？好天儿，快测试第二道题。是，猜的第二道题。这第二道题是个真名，两句各占一个人名。姑爷，你猜不猜出了？若凡切仙女，脑海一怒脏。要是别人来猜，挺难猜中。姑爷我啊，不强不怕。哎，你们听了啊！切仙女在鸡脉中是最小的一个，方称小妹。这自论指的是你家小姐苏小妹，那哪吒乃是个童儿，他先去脑海，岂不是傻呀？晴儿，拿去拿去！哎呀呀呀！小姐啊小姐，你谢得好啊，把我们这一对恩爱夫妻都跌进去了啊！姑爷，小先生第二道题也中了。哪有不中的道理？哎呀，三更天亮，而且这三道题目嘛，姑爷我已中了两道，这最后一道嘛，相是容易，不足也已生了，姑爷我要进同道。
已经失去了恢复，连你也生气起来了哦。好，快称第三礼。这第三道题倒也不难。小姐才艺少年，故月对个对子写出下联，得到公正便可应得美酒，进入新房。你家姑爷落水，别为先生作对，还怕对不上吗？闭门推车苍仙月，哎呀，容易，快回避列球。哎呀，不要猜嘛！哎，娘母再想一想嘛。这道题目倒是有些难对呀。哎呀，这题目太难了，只怕相公过不了这一关。我去帮他讨个救兵。我当过也是何等的天赋人才，原来写上这七个字也如此之难啊！哎，休得啰嗦，快我写。闭门推车苍天月，闭门推车苍天，有了！哎，天儿，这纸上哪里来的水珠啊？这水嘛，是从这里掉下来的。哎呀，惭愧呀！小妹她一套似的面前在，南京要去敲银杯，记得我深深恨水是雨下，台中此情我愿了。叫他随便写上7个字，成一袋子也就算了。是。姑爷，小姐说随意写上7个字也就是了。哦，小姐要随意写上7个字也就是了。哎呀，容易啊！哎，不对呀！我是随意写人，岂不要被小妹耻笑？我这上人公的脸上，还有什么光彩呢？哎，不妥。天儿，
你去禀告小弟，就是你家姑爷是满腹文采，我名则以一名精神。今天我定要写出奇妙的家本，让你家小弟开开眼界，也显出我长远公的满腹文采哟。有家他是可是无杀，事到如今已成家，金榜得中常用啊，欢庆小妹已用扎，12根高官主，只怕是只根高来七根呀。也罢，是手起一幕人上，换做了母亲模样，来等啊跟过事情，看新娘难过的心忙。谦儿，爷爷生人，我要回房歇歇去了。小姐，你也在那姑爷里？故桥四根，你便抢下考卷。小姐，小姐，你要抢下考卷？哎呀，好爷的夫人哦，你看看苍天哟，苍天哟，哎呀，苍天哟。见少女一岁莫中堂皇，恰是那只是捆绑难飞翔。为见眼里纯美景，一着头子水中央。哎呀，红人头发几岁呀？娘。
并不当真。哪里？家里今日得来宣告，明日赵国的少年名字已在宁死楼居位，把少爷兄家事抚慰。哎呀，此次是为小的理当先去啊！那就因为的，小的明日公会告。今日调虎离山去，明日道观为算去。哎呀，本来今是师兄弟见，小妹容貌美丑倒也无妨，只是他那文采不比人言实，碰着算来之言，也说夸张引用之事，这便是我是好意。这，对，小妹明日去东岳道观进香，我何不先去当面一试？哎呀呀！我以为去了东坡兄，去了言儿不行呢。这，对，我不来过良田之计。这是有毛那官美于丑，再有许分家后真，这就当年施文才，切主教长给范成啊，小姐，小生这厢有礼了。哎呀！
是话转眼，常才能经过上交公子，我也不必前言，不必前。我必是东坡设计将我骗，秦少玉怎能看我头脱转，后来拒仙。何不巧施小计，让秦少游与苏小妹各奔东西，我再送你婚事趁虚而食。哎呀，哎呀呀呀呀！必测定远山无坡我对先到花堂前，几位死泪泪不关，眼眶生死两套鞋。哎呀，小姐，这大相公与你开玩笑的那些事，不要理他，看他是何。哎，苏小妹啊，苏小妹，知道你是天仙美女，原来是个丑女。今日间更叫不开什么凌晨作案，真正可惜了你的才华。他经过说嘛，欺负来了。错，无耻光生，过把我家小姐苏小妹，丑女难嫁，骗了我才子秦少爷。是他，哼！你冒名天天设下一家乱争，子孙为凭，该知我非家是真。天公11载，香酒花未开，花开时有枝，认得乘风来。小姐。其实这天，那是家小姐的邀请函嘞，情愿一传的他不成。秦少游，你好气人！
人4个花娘挥起临门，难以不死。哎呀，这个人长谁是命情，可惜何其害怕呀！本小姐宣宗在老，困臣金帐天花，可喜可贺。听到人夸奖广度，真是苦人加油，苦恨苦恼啊！对得只有聪明绝顶，这是把我逼出广路，恰是为何啊？请问小姐，秦公子有德有才，怎是广路？为你道人，无来此少年寡耻，难服才老。哎呀，莫非他病了心不成？谁叫他们进主席府中用的文章？你看这里又是一篇，也不知是谁人写的啊！这是昨天大相公叫人送来的，这是一位姓方的名字所作啊。好一位方家公子，待我披上淑女，也好让他少相些美女，多些诗文。妹子，愚兄还等着喝你的喜酒呢。兄长，你谁的慈祥？依我看呐，这些少年名字的文章，竟是废纸一代，一代废纸。哎呀，这数百篇文章，难道一篇也不在你的眼里？儿啦，母亲，那方家公子的文章呢？哦，一小妹子批哟，不知写的是何啊？那方公子的文章啊，真是世上少见。那小姐呀，我在找你批了2句批语你。别地才华少，胸中掏了福。来自为业守真相，闺中闭目谁刀枪？不晓堂堂的贵公子，无才方成与才郎。朋友们的王公儿，世代贤家有名望。不为当今一品官，哈哈，全是正朝堂。公子他慕名而来求婚配，你怎能别下上人路风王？
剩下几个相当。想你他过后过生称儿叔，就是当今第一流才子。女儿想找与他过盆菜相等之身，只怕是难找哦。那女儿宁可终身不嫁。哎，那有女他不嫁之理了。母亲，启禀老夫人，方家公子前来拜访。哦，此类定为婚姻之事，这可是我去为谁成家？这是他死透没去，与我无关。青儿，我们到花园去。儿啦，此事与了母亲，妹子，与了大姑了。哎呀，你哟！今日为娘冲冠了他，此事不劳母亲费心，由孩儿处置就是。母亲为王歇歇去吧。也好。哦，儿啦，你可要文言为人，不可伤了两家的和气。孩儿知道。请方公子先来书房相见。是。别地在瓦上，胸中掏了腹。唉，实无妹子譬喻，刀腕好汉，是剑吧？哎，我何不在这譬喻上面加上二字，来个殿上成金？兄，今朝今朝，哎呀！方公子光临，十年，请坐，多谢。家父出门为官，不能迎候公子，请多多见礼。哪里，小弟今日登门得来讨过音信，实见送上的那篇文稿，不知可曾批读？公子他做，小妹已经拜读。还有两句话，你写在上面，敬请顾目。此次遇老灵美了。你的才华少有，胸中掏了腹中。哎呀，好事应了也，两匹女性命啊嘞，此事将我来打开，他那里放心安虚有情郎，我这里问一样的女裙龙婆兄啊，公子承蒙灵媒出相哎，别下许婚信日嘿，实须即刻回府去禀告堂前他妹。彩当彩停来，慢，请公子稍待片刻。我点日成亲，一生花。
日龙颜色不人爱，兄妹取笑戏谑死，今日用他可结为呀。有娃们请神，请神。好。哎，蒙受师兄扶佑，这是我家小妹容貌丑陋，恐不足当金屋之嫌，哎呀，难攀高门。哎，外加陈传灵妹才貌双全，东坡兄真是容貌丑陋。哦，小弟断不信，定是叔兄推脱之事。非也，我家兄妹都是其貌不扬。你看我这一副脸，长得满水无须，胸长如此，那胞妹，哎呀，也就可想而知喽。自古道男有男相，女有女貌，灵妹总不会有你这一脸的容须吧？虽无容须，却也各有千秋。当年我曾有诗形容小妹容貌，已在汴梁城内传开，莫非公子非人知道？小弟不知，请东坡兄夸夸头来。是此，请公子听仔细了。当年东坡数十篇，陈家小妹容貌贤，好他是第七庭院三夫妇。哎呀，那头一刀挂堂前，灵妹那头是高，今为是泪泪不过，这是为何啊？眼眶生日两好仙啊！东坡兄，灵妹果真是此事啊！哎呦，他
若有求，令我来满中情愿。我与你相知见出，明月映容，此错了呀！好事，好事啊！
徐兄啊啊！是少爷兄啊！九位因为呀！少爷兄，莫非上京赴考来了？正是啊，这因考级未到，得去苏府拜访东坡丞兄。东坡兄这几天忙得很呐，他曾出大比之言，各地才子为接之际，这才为妹子选择一位侍役郎君。哦，挑选侍役郎君。是啊，东坡兄有位妹子名叫小妹，她的下侍女不图富贵不从门第，要以诗为媒，以粉为聘。不论是谁，这须写出一篇诗文，值得苏小妹的赞赏，便可成为苏府的乘龙快婿呀！哦 ，no， 小弟我早已背下诗文，这个去苏府就请应试啊！是我先追一步告示。以诗为媒，以文为聘。哦，苏小妹此次爱才，可敬可佩呀！真她一个归国女子，能有多大的才学？尽管拼命起天下才子的文章来了。不强不行，偏要撕他一死。小爷，天哥，为他斩去啊！小姑娘，驸马，为必写信金秀文，且看他谁可是只一人。
有所用，我令你家里在起哄东坡兄，林妹，林妹怎么样啊？小弟家有要事不便久留，这可搞事啊！那你我两家这联姻之事呢？这联姻之事。小弟在所有钱难与林妹相配，请林县嘉许。要林县嘉许。此公子请便。去。哦哟哟，好险呐！差一点娶了一个丑妇。哎呀，危险！方世旭，你容貌清秀，哪里配得上我家小妹？启禀大相公，门外有一童儿送来一卷文稿，来人可曾通报姓名？是请少有公子命他送来的。请少有，是他来了，说请小姐子，有请小姐。请少有，我道你少年气盛，是只有缺送庖鞋之才，非必把我家小妹方才眼里。不想你竟然也送来文告，登门就请来了。兄长还我是妹子，这里有篇文稿，你且看来。又是什么无落文章？我看也罢。实是其他文章，与兄是可太看。这一篇嘛，一定要你亲自估摸。哎呀，你一定要看。实不中意，趁早挽救愚兄。大哥，不知此文是何人所作？哎呀，你嘛只管批点文章，管他什么心愿、心法嘛。既然是此，该妹子披人淑女，马他几句。妹子，妹子，哎呀，妹子，你可要看仔细了。大哥，你可要看仔细了。
呀？当今风流才子，不太跌宕名士，可惜儿孙同志不算王英一世。中了。
他才女放心痛。生来恶心烈血，长成家族，这笔分难不落，难舍其中精良。至今舍人他还了无音信，看起来苏小妹温存在女，也分不清分赃有理头。我才此相问，且看他怎生对答。不要失去尊堂意，所以去应承行，应承必行，东府来也。东府兄今日也小弟前来，不知为了何事啊？贤弟乃是聪明之臣，不妨催上一催。哦，莫非要小弟到江边观赏景色，吟诗作对来了啊？如今的少年名士一个个启程得很呐！少有言的，今日一年前来，乃是特意相告。喏，他做躲避，事情完璧归巢。另外孤人好言了，都是他破壁功夫亲自品阅，孤人不曾我所料啊！我家妹子恰是满腹经纶，颇有眼力。她批阅了数百篇文卷，以送中先定了乘龙快婿。另外昆中离别成家，不知此人文章，东坡兄可曾顾目？东坡自然拜托。那此人本才是何啊？依我看来，是今的少年名士，此人可称第一才子，第一等神才。当今同辈之中，难道万有神比我更胜一筹吗？东坡兄，请问此人真姓他名？实出此人，眼底两臂清楚。此人是江华才子，与名声。小弟来自同乡啊，曹到今世传世闻。出武才将陈秀才，
告其也神。那此人应在何处啊？只见他上京官考，做殿试，到来日平日金榜题名声。哎呀呀呀！东府兄啊，你思来道去，怎么完美实测此人姓名哦？贤弟不必实际，小妹对他的文采十分赞赏。哦， no， 常写批语，当今风流才子不得跌当名士，可惜儿苏同志不算王英一世。当今风流才子不得铁堂名字，可惜儿苏同志不得王英一世。哎呀，燕弟，小妹她灵才现在与爱才，相称要人表兄妹，见法有时见小妹，但愿你走前面走到长台。他知佛有平静文，必有此算下生悲。所行小事匆匆写，要我少有生
赢得春风来。东坡兄，起！言语成人，我太灵了。哦，还有什么言语让我转达小妹？我想在朝廷会考之前，与灵妹见上一面以求月年上共同切磋，送你为考一臂之力。哎呦呀，东坡兄说到哪里去了？想必我乃是堂堂乱儿，岂能有辱于他哟？哦呦，你呀！明日一早，我们全家要去东岳道观念香拜佛。你可今日前来与小妹一位？也为一位。哎呀，不妥啊！这不但有生小妹闺中生育，还有生育我啊！不妥。既然是此，那就另谋时机。好，高事都得东坡兄定约相送，慢走了。不必客气，免送。请太乡领来，多多指屈原了。这些兄啊，请坐。请呀。这份糕。苏小妹的啊，是来，小弟我该向你道喜呀。这师兄，此事我理该向你道谢才是啊。此事与我无关，向我道谢什么啊？苏小妹以文才涉虚之事，这非帮兄切奏相告，小弟哪有精神？不过少有兄啊，请罚西子鼓掌。恰是为何啊？可是苏小妹尚有美中不足。苏小妹虽是才华出众，可惜其貌不扬，丑陋无比，实是婚事一桩啊。此话当真？是东坡兄亲口对我说的呀。他还有诗，又有小妹的容貌呢。喏，非出庭院，三如破啊！我就先到花堂先。几位之泪，泪不关，眼眶生死两套血。东坡兄果然是此说的。我是骗你天地不容，少有兄啊！邓兄是江乱一名啊，是娇妻理应三西施，怎能匆匆迎翠妇，嫁个一曲成小子。帮兄此言大言，花无百岁美娇容，人无百岁好种子。我今小妹才要高，怎能她容貌艳雅如此？她归国文章成魁生，真是我将家一求，怎能相持？真兄实话须三思，郎才女貌古来呀是，一根出尘无终身，自称大错要后悔时。什么一根出尘无终身，自称大错要后悔时，少有啥去苏小妹，混成言妻女才子，深深得有一生。
是为好啊！啊，少有得意之际，此愿足矣。至于东坡兄引用小妹容貌的诗句嘛，哎呀呀，岂能当真哦？苏东坡呢，婚礼的月子，当今有名的才子，他的话真是不能当真啊！哎呀呀，你糊涂了啊！哎，说话是说话，做事是做事啊！诗人夸张引用之事多得很呐、好比燕山写话，他是写，哎，你后人见过像写字那么大的诗篇哦，又是爸爸三千场。哎呀呀，你后人见过四次长的爸爸哟！你是东坡兄夸大引用的诗句，不知为谁？小妹容嘛，分不为四次丑了。哦，总算是神，我言绝不分。哎呀，此次来，我上了苏东坡的当了。哎呀，哎，是真是假？明日一早前去东岳陶馆检查一见，便知分晓。对，哎，我何不来过调虎离山之计呀？对，我小是这个主意啊！少爷兄，婚姻之事嘛，小弟甚熟。